3年之後又3年，伊朗人等緊嘅唔係黎明，亦唔係劉華，係一個國家嘅崩潰。伊朗究竟發生緊咩事？呢場由2025年底開始嘅示威，已經蔓延超過190個城市。原因好簡單，只有3個。第一，預算分配極度不均，政府增加國防開支，但工人人工加幅遠低於通脹。第二，民眾唔想再幫政府埋單，去援助國外嘅代理人戰爭，例如哈馬斯、胡塞組織。第三，舊年6月同以色列嘅戰爭已經打殘咗伊朗嘅核心基建，而當中影響民生莫過於通脹問題。伊朗預測通脹率超過40%，呢個係咩概念啊？即係如果你手頭上有100萬伊朗紙，今日連一打雞蛋都買唔到。面對咁大規模嘅示威，伊朗政府選擇咗最極端嘅做法，全國斷網、鐵腕鎮壓。根據海外組織估計，死亡人數可能過萬，最保守都估計死咗3000幾人。呢場唔單止係經濟危機，係直接挑戰緊伊朗嘅神權統治根基。咁點解又關美國事呢？特朗普嘅理由係要報復伊朗處決示威者，但伊朗幾十年嚟都係美國眼中釘。今次有咁好理由，借顏色革命推翻伊朗呢個中東反美政權，相信特朗普會好好把握。加上美國國務院已經要求公民立即撤離，美軍亦都從中東多個主要基地撤出，相信此舉係為對伊朗發動空襲做準備。另一邊廂，伊朗亦都已經宣稱進入4線作戰。美國喺呢場博弈嘅目的好清晰，唔係要全面佔領，係要令伊朗碎片化，徹底失去威脅區域秩序嘅能力。地緣政治無公義，只有利益。美國透過制裁同軍事威懾重塑秩序，但呢種強勢介入，到底係正義，係利益，有冇國際法根據？門羅主義又係啲咩？請留意我哋下一條影片。我係阿仁，下次再同你拆解局勢。